大家好，我係 M 迷案嘅阿 M，今次同大家講一宗1986年發生，令當時樂富街坊人心惶惶嘅案件——宏旭樓12歲女童遇害案。一個本身只係出去幫爸爸睇檔口嘅女童，出門口之後，從此就一去不返。受害女童林素儀一家居住樂富宏旭15樓，佢爸爸林信和係小販，而林素儀屋企排行第3，一共5兄弟姊妹，當時就讀小學4年級。時間翻返去1986年8月17日星期日中午，大概12點到1點，林素儀接到爸爸電話叫佢幫手，佢就由宏旭樓屋企出門口，之後人就冇再返屋企。去到夜晚大約11點，兩位青年上天台乘涼，喺15樓梯間平台位發現一個全身赤裸嘅女童，頸上纏住白色尼龍繩，繩嘅另一邊綁咗喺欄杆，令林素儀嘅頭部吊起。佢哋立即報警，而林素儀送院後證實不治。事後法醫報告顯示，林素儀嘅死因喺被繩勒頸窒息致死，身上亦有多處傷痕，包括疑似煙頭造成嘅傷口，雙腳有被拖過嘅瘀痕。警方當晚立即喺大廈展開徹夜搜查。警方喺警犬協助下，喺16樓垃圾房揾到一條染血嘅黃色毛巾。警方相信林素儀曾經俾人威脅到呢度施暴。之後再喺地下垃圾房揾到染血嘅白色女裝內褲。更加重要嘅係，警犬同時喺10樓垃圾房揾到一條被剪斷嘅白色尼龍繩，同林素儀頸上發現嘅一模一樣。隨後，警方向林素儀嘅爸爸問話，佢表示個女冇男朋友，冇接過男性嘅電話騷擾。不過樂富宏旭樓不嬲治安唔太好，經常有搶劫案。而警方當晚繼續展開地毯式逐家逐戶問話，希望可以揾到目擊證人。但最關鍵嘅就係林素儀嘅妹妹，佢指出當日家姐出門口時，見到家姐喺升降機門口同一位年約30幾歲、身穿格仔夏威夷恤衫嘅中年男子講咗幾句，而該男子亦都未隨佢入電梯。經過1個月嘅調查，警方最終鎖定目標，到咗10月28號清晨，喺旺角一個地址拘捕一名男子盧志強。帶返警署後，警員向佢問一啲基本嘅個人資料。盧志強突然就講：我知你哋點解揾我知道呢單案發生咩事，但唔係我殺咗個女仔。佢指受垃圾房清潔工慫恿綁架林素儀上天台，佢交咗林素儀俾清潔工就走咗。警方聽到呢個版本之後，當然唔相信佢講嘅嘢。警方特意安排咗太平紳士對盧志強嘅問話過程作出見證。當時警方清楚告知盧志強將會被控謀殺，再問佢願唔願意返到宏旭樓重組當日經過，佢表示願意，仲提出希望喺人少嘅時段進行。同時佢明確表示對警方當日嘅查問冇投訴。太平紳士亦親口問佢有冇被襲擊、威嚇或者強迫作供，佢回答冇。第二朝，警方帶佢返去宏旭樓，全程開機錄影重組。鏡頭前面，盧志強一路行一路講，按自己記憶重演8月17號發生過嘅嘢。留意下呢一段重組，佢推翻前一日喺警署講嗰套俾垃圾房清潔工慫恿去綁人嘅版本，改口變咗係自己落手。做完重組，佢仲主動帶路，指俾警方睇話自己掉咗林素儀啲衣物喺邊。之後返警署，警方將今朝重組嘅重點寫成書面供詞，俾佢自己睇同改。佢話唔使改。同日，警方正式落案控以謀殺。其實警方早就唔相信盧志強受清潔工慫恿綁架嘅講法，但由於呢一單案冇目擊證人、冇直接證據，所以警方就特登唔拆穿佢，藉住佢同意錄影案件重演，一步步令兇手自願講返成個過程出嚟。喺呢單案裏面，受害女童只有12歲，本應係最純真同受保護嘅年紀。阿 M 相信受害女童嘅屋企人都冇諗過個女出個門口就遇上咁不幸嘅事，但天網恢恢，最終盧志強被判謀殺罪名成立，亦都還返受害人一個公道。今日嘅案件就講到呢一度，阿 M 會繼續同大家調查更多謎案。